块钱。飞来峰是1个钱，但是你进灵隐寺必须买飞来峰的票。我就在这开始买了呗，扫码呗。这是香花券。没多少钱，灵隐寺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，距今已有1600余年的历史，被誉为中国佛教禅宗5山10刹之首。灵隐寺是中国杭州10大古刹之一，也是杭州西湖10景之一。灵隐寺最负盛名的景点之一就是飞来峰上的罗汉石刻。这些石刻始凿于南宋，历经元、明、清各代不断增刻，共有500余尊，姿态各异，栩栩如生，或喜或悲，或嗔或怒，刻画着人间的百态。灵隐寺的香火鼎盛，游人如织，在大雄宝殿前敬香祈福，心静如水，在佛法的感召下洗涤凡尘，获得心灵的安宁。杭州灵隐寺千年古刹，禅宗圣地，是一处寻幽探古的圣地，也是一处修身养性的福地。在灵隐禅宗的熏陶下，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，领悟生命的真谛。啊，不给啊？多少钱研究生？不卖啊？对啊，我只有在美团上自己买自己的时候。那刚才在门口那个是自己买的，他又不用认证。那刚才在那个那样你俩都可以买这张票。你说你读，你说你这又读了个大学也行。那哪能行啊？你再给我买一张。啊，再给你买一张。没有了，你这个。哦，再扫码啊。你直接那个小程序里面下拉就行。这是1张。再来一张。再买一点。我这玩意儿只能偶尔糊弄一下。那种什么4A 级景区这种，飞猪和美团上可以买的。怪不得学美术。他一让我登学信网，我就赶紧跑了。来，给你拿着，来。我要擤鼻涕。哎，到家了。不要挡道，你在这等也行。往右侧，往右侧。大概他还给我研究他的那个学。拿下。从14初中开始，气功。一会儿别哪个大师说你有佛缘，这必须给你留下来。明白，你这是进寺之前去除污浊。哎，哥们儿，你穿衣服，人都穿衣服，你不知道为啥吗？你这边穿裙子，你也套裤子，真不冷。真的，走起来就。你看我手上。回来吧。没撒呀。你记得这种感觉哈，就是说门口就会给你，就是说你放着，你自己出去了以后再带走。好的，谢谢啊。现在卖，然后这有一个法。那我先去买。
买完之后，咱们俩就是穿上。来，你这都交给你妈，先拿着。咱一起去。我找垃圾桶。就这一个吗？咱是不是应该先干这个事儿？我这就行，不用。对，你去那个有啊，对，行。我有的走。先回啊！一般人，他现在他找了个地方借。走，我带你进去看看。提着呢。在你包里呢。你看我包里了。全是这种的什么？那这挺好，这个红色的，这个是黑色，正好男的是。还挺会挑，这个红色正好是。看啊，这是木头的味儿吗？香樟木这。啊？樟木。啊。味儿真浓。自家人肯定没事儿，一般他肯定也知道是自己的。咱孩子我也下去看着。看姑娘还眯眯笑着求笑。去量一量去吧，把你手上那个手上呢。它是各种各样色的哈。就这种颜色挺漂亮。就这个珠子是最漂亮的。这个带纹路的，带圈路的，对，带圈的，唯一这个圈多。对，这个圈多，整个这里都有圈的了。对呀，所以这块料非常好。爬完以后，它都对，就这地方它深浅度不一样，它到时候就漂亮。你记着，咱家你那个珠子有一个，就是有一个特殊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跟眼睛似的，特别漂亮。对。我跟我妈晚点走，你去走路去。你先扫码。这叫什么？开光反物。灵隐寺。它咋还有电话号码呢？樟木佛珠。这挺好。对。这驱虫。啊，驱虫这个。挺好的。来，把这些。孩子回来了，来，都收起来。来，上这儿来。当然要先在外面。然后里面还供了4大菩萨。这种讲。还挺舒服的。好了，该收起来，你的你收起来。那个啥，你把那个盒盒给我拿出来。对。那个18子是带袋儿的，你们就装袋儿。都带袋儿不是吗？没有，像咱们买的那几个，就是那块买的是不带袋儿。这就不带袋儿，就是可以装了呗。对，但是都是一个袋儿。他爷爷和他奶奶装一块儿吧。行，这样似的。别，你这样似的，别那么装一块，再拿出一个袋儿的装里头，完把2袋放一起。每次求一下，我都会告诉佛祖，我说我会好好努力的，我会做一个好人的。你不能光求，你得付出。你懂不？懂。好，这是一个。
这是什么？这是干啥的？这18子的。这是还有个福袋呢。好。这是牡丹的。这是牡丹的。拿丹的这样似的，再拿出一个，哎，不对，这个是这个空袋的吧？都有这个袋。对，18子有这个。这个完了，18子有这个袋，这是妮妮的。完了，然后呢，再找个袋。还找啥袋？哎，这怎么还有个这个呢？这是你的。对，我自己。这是谁的？我自己身上。这是张，哎，这张万强那个票。完了，这个是谁的？你大姐的。这是大姐的，这个是牡丹的，是吧？来，跟她放一起就分开了。他那个。不是，你给它装到袋里啊？对，再装到这里头，装哪袋里头？还装那个袋里啊？这是那个18子装哪个袋？这是卢子怡的。哎，然后你这个配的是红的那个，还是发红的还是发黑的？红的。这是发红的是吧？发红的是你大姨。大姨的。来，放这里。哎，这怎么还有一个袋？这是你奶奶那个。不是，对，肯定多出来一个我和奶奶的。不，还有他舅舅那个。这个单独。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这不装了吗？装不下。想办法装，要不他那个烧完了白求。好，这是老舅的。哦，这是你。不行，不能这么整，这样一下它就会这样。哎，这个寺庙真的是香火太旺了。它这个门口就3炷香，太英明了。他家就少了很多乱七八糟什么香，就求一个这种。就是大家心里那什么特别舒畅逛。也没有什么168。那个都带着了就完事儿，是吧？对。行了，一家都完事儿。咱喝点水吧。走。喝点水。我喝我自己的。我要渴了，我呛着这烟。等会儿放手放着，可舒服了。水壶呢？这有水壶吗？是那个呢？那个在那边。那个水会很烫。哎，这香火真旺啊！哎呀妈！哎，这茶叶怎么出来的呢？来了，你要喝着有茶。这不是柚吗？我不喝了，我喝完了。谈吧。定位珠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查数的时候到那块儿，它手感不一样的，它查到那块儿是多少个？它这个应该是36、180，一个是60，好像。不是，108。等你，我跟你说，孩子，等你查到这儿的时候，你能感觉到这个珠和别的不一样，对，升了一个台阶了。走了。这个不错。我们往上走。带上吧。就是你千万记住这个绳别折。如果折珠子不丢了吗？你就是说，一看着不行了你就换。